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主播平台。正當14名嘅泛民議員準備去上海同中央官員討論政改問題嘅時候，陳方安生同李柱銘去咗美國。陳太同李柱銘係接受亞洲協會嘅邀請，出席香港民主嘅未來研討會。陳太喺發言中就指出，一國兩制喺香港運作並不良好，港人一路都受到北京同埋中聯辦嘅干預啊。咁喺4月3號，陳太同李柱銘會見美國國會兩院嘅資深議員，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佩洛西，獲得保證美國國會會密切關注香港嘅發展情況。最後呢，兩個人喺美國時間有報道指，李柱銘建議美國國會重啟美國香港政策法。呢個法案喺1992年通過，實施咗15年之後，喺2007年終止咗。美國香港政策法就係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會提交香港報告。根據美國嘅媒體報道，國會資深幕僚就表示，由於時間倉促，最快都要到明年先可以重啟法案。不過呢，部分參眾兩院嘅議員就表示，將重組解散咗嘅香港工作組，監督北京對香港民主許下嘅承諾。外交部駐港公署嘅發言人回答記者嘅時候就話，香港事務係中國嘅內政，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嘅方式介入同干預。又指香港正值政改嘅敏感期，希望美國喺香港嘅事務上謹言慎行㗎。呢個回應可以講係算係相當克制啦。陳方安生一方面推出普選方案，另一方面又去美國講中央同一國兩制嘅壞話。對於呢種行為，各位觀眾又點睇呢？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節目，下一次嘅 ATV 焦點再見。